順利嘅完成，好多謝大家嘅支持。今日一開幕，見到樓上都坐滿人，真係全院滿座啦！係我哋演出者係最希望見到嘅場面，好多謝，好叻女啊真係。咁我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又多謝創新會嘅支持，令到我哋每年咧都能夠喺沙田大會堂咁靚嘅場地演出，所以係大家係一個好好嘅，即係好滿足感。咁我就由你啲掌聲啊，林心如，我哋嘅新拍檔係嘛，俾啲鼓勵佢真係好努力，因為咧除5日6場，除咗今日嘅再世做過1次之外，之前嗰幾個從來冇做過，即係記到頭痛啦。所以咧真係努力嚇，努力啦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嚇。我多謝台前幕後所有嘅工作人員、音樂師傅。所有我哋服裝啊等等，多謝你哋一方面。嗱，今日係父親節啊嚇，恭祝所有父親身體健康。父親身體健康，你將